喂，大家好，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新聞花生。今日我哋會講下香港嘅經濟同基建發展，睇下有咩新機遇同挑戰。首先講下樓市，今年上半年香港新盤成交大約有9150宗，創咗6年嚟嘅新高。呢個主要係因為今年財政預算案嘅刺激措施，政府將400萬港元以下物業嘅印花稅降到100蚊，令到低總價嘅樓盤成交活躍，帶動咗成個市場嘅需求。不過呢，樓市都仲係面對供應過剩同結構失衡嘅問題，尤其係寫字樓租賃市場，預計要慢慢先可以改善。主要係靠保險、金融交易同資產管理呢啲行業嘅大額租賃帶動。講開經濟，香港嘅 ETF 市場都發展得幾好。亞太區第一隻追蹤沙地阿拉伯股票嘅 ETF，舊年底喺香港掛牌，促進咗香港同沙地阿拉伯兩地市場嘅聯通。同時，香港都積極推動喺中東上市追蹤香港股票指數嘅 ETF。擴大國際金融合作。喺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方面，香港繼續排第一，證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專業服務樞紐嘅地位依然穩固。另外，一份關於中國民營經濟組織現狀嘅報告指出，民營企業喺經濟入面持續發揮重要作用，支持香港同內地嘅經濟互動。除咗經濟發展，香港政府都好積極咁推動北部都會區嘅建設。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就係11號幹線。呢條幹線全長大約12公里，主線會由藍地延伸到北大嶼山，經過掃管笏、大欖涌同青龍頭，仲會連接青嶼幹線同埋計劃緊嘅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。路政署話11號幹線係一條策略性主幹道。目標係聯繫北部都會區同維港都會區，強化兩區嘅交通連接。講到11號幹線呢，其中青龍大橋段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啦，即係預計喺2033年之前呢會起好。青龍大橋嘅設計會有一座好有標誌性嘅 HK 塔身橫跨，相信到時會成為一個熱門嘅打卡點。成為北部都會區嘅地標之一。政府計劃喺今年年底招標呢個項目，希望可以喺2033年通車。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，將會為香港注入新嘅經濟動力，實現南金融北創科嘅新格局。11號幹線同青龍大橋嘅建設，將會有助推動區域整體發展，提升交通效率，促進經濟同社會發展。講咗咁多，唔知大家對香港嘅經濟同基建發展有咩睇法呢？好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你嘅意見。總括嚟講，香港喺經濟同基建方面都面對唔少機遇同挑戰，希望政府同各界可以共同努力，為香港創造更美好嘅未來。今日嘅新聞花生就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